我知影即个时阵毋是咧介绍新的人客吼，毋过我今仔日看到一个50年前伫托朗多，我拄仔来加拿大时，伫遐共教会礼拜，王秀咧兄来遮做礼拜吼，我足欢喜的，我才会晓甲因介绍，确定阿哥无啥晓介绍啦。阮伫迄个时阵，我拄对美国过来。伫托朗多新的移民嘛还未去牧会，伫遐吼迄阵独身一个人若请食饭拢去，我定定去因兜食饭。真正是足感谢因的疼痛，互我老实讲，今仔日会当到即马安尼做护士，阁遮尔久哦，我真正即个路程行过来哦，足侪人的帮衬，甲足侪人的疼心。我真正袂个，今仔日看到伊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伊即马搬来伫Richmond， 蛮久了，拢毋免阁吐细，所以大家拢要来。真欢喜！我今仔日看到伊，足欢喜，足欢喜。顺续吼，热身咱长老的爸爸妈妈今仔日嘛对台湾过来，咱真欢迎伊吼。咱伫即个时阵拢欢迎。好，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搁一摆聚集伫遮，阮要来对初代教会来学习因的团契的生活。阮深深知影，即个团契的生活是你的圣神通过你的使徒所互阮知的。阮爱要知影因的甚物款，因安怎过因的团契的生活，阮也会当学习。因的团契生活，互教会复兴。阮恳求你通过阮的学习，原来会互阮的教会复兴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耶稣上天了后，伊的学生拢倒转去耶路撒冷。有11个学生，迄阵犹大已经死去啊。有11个学生，阁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，甲耶稣的兄弟。你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，遐就讲遮人差不多是18个人、20个人，因伫遐去倒转去遐祈祷。总是到第15节吼，迄是第13节安尼讲，到第15节，因自己要选一个使徒，要补犹大的位，因为因剩11个，要阁选一个。迄个时阵。圣经写讲有120个，咱咧读圣经吼，一节一节吼，敢若代志拢马上发生，其实毋是啦。迄一节中间吼，毋知离偌久，咱无人知。因对20个变到120个，即中间的变化，毋是咱凊彩去杀120个，无可能啦。因伫遐吼，所以开始的是。差不多120个，迄是圣神降临以前。圣神降第2章的第1节到13节是圣神降临的故事。过去第14节开始到第40节是彼得互圣神充满了头一摆的讲道，伊的讲道咱较顶来讲到。咱拄仔有读，迄日有3000人来信主。你会当想象吼，咱的教会若一日3000人入来吼，咱会偌无用。你家想看觅，咱今仔日读对42节读起，讲迄个初代教会团契的生活吼，即个中间吼过偌久，咱嘛毋知啦。对42节到47节，咧讲初代教会的团契的生活吼，这是路加对。初代教会对圣神降临，对3000人信主开始，迄个了后，伊看真久，伊所做的评论，迄是伊的评论，迄路加讲的，伊所看到，伊写落来。所以，咱会当想吼，迄个时阵，遐使徒偌尼无用。3000外个人呢吼，对120个变3000外个，
因做伙，照儒家甲咱讲，因过团契的生活。我顶礼拜有讲，团契的生活吼，因有使徒的教示，过来三甲交陪，过来八饼，过来祈祷，这4项，我要分做4礼拜，对这礼拜开始，咱4礼拜要来讲这是咱教会生活上界基本的物件，咱来做伙学习。望上帝通过咱的分享，启示咱，互咱的教会会当对上基本的咱来开始。今仔日我头一项要讲使徒的教示，教示吼，英语叫做 doctrine 吼是教义啦。若听到教义吼，大家头壳拢大粒起来，毋是恁尔，我嘛安尼啦。阮读神学院的时候，阮迄阵毋是叫做教义学，阮叫做系统神学。什么三位一体论啦，什么基督论啦，什神的称义啦，这物件拢是迄吼，敢若听遐名头壳就大粒起来。老实讲哦，我要讲使徒的教示的时，我嘛想讲，当是要安怎讲？伫我准备的中间真感谢上帝，上帝互我看到一个叫做 John Stott 这个牧师，伊讲吼，伊讲初代教会迄个时阵的耶路撒冷是啥物情形？伊讲一个足古锥的话，伊讲吼，迄是吼圣神伫耶路撒冷吼开一间学校啦，迄使徒是老师啦，有3000个是幼稚园的囡仔，你捌安尼想？迄拢新的基督徒，所以伊讲吼，使徒做老师，圣神开学校，使徒做老师，剩的遐幼稚园的囡仔，伊拢毋捌耶稣嘛，敢毋是？但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老实讲，感觉较轻松，会使准备啊！我开始想，因有可能会安怎分享耶稣的道理。我想有3个赞处啦。头一个，我捌耶稣，这个代志是耶稣上天无偌久的代志，耶稣互人定死是几月日前的代志。这个人伫耶路撒冷一定捌听到耶稣的代志，但因拢讲做基督徒，因上界趣味的可能是问这个使徒，上界趣你想会安怎？会问彼得啦，来问彼得，你迄阵行水面是安怎行？你迄个感觉安怎？会问袂？吼，我想无人敢问伊讲，你若迄闹开3摆毋认耶稣，大概无人敢啦。吼，问约翰，你伫耶稣的十字架骹，耶稣将因老母交代你啊，嘿啊，即妈妈利亚好无？敢袂安尼问？那咱敢袂安尼问？吼你有看到耶稣用水变做酒，迄是安怎变？你开始的时，我相信是一定真像安尼。伫这个问题中间，因做朋友，因成做一个团体，因做朋友。这开始的时一定，我相信，阮爱知影耶稣的代志，你讲完听。恁甲耶稣做伙，伊变变5000人食，恁去遐斗分，佫剩12人，有影无影？你想因敢袂问这个代志？因做好朋友，交陪伫遐享受主的听。过来，我相信，因甲使徒讲话中间。也是因伫礼拜中间，使徒会用因对耶稣听的教示，甲这个人讲。譬如讲，耶稣讲，恁着三听。因会当分享讲，耶稣甲阮洗骹，叫阮着三动洗骹。即款的教示，因一定会讲互这个人听，互新的基督徒听。这个耶稣是即款的耶稣，伊。教示咱讲，伊是葡萄树，咱是树枝，咱爱甲伊结连。即款的道理，伊是真理，是道路，是活命。
咱所拜耶稣是即款的人，伊叫咱着爱结果子。若对马太可能八福，也是耶稣甲咱讲，你着爱听咱的对德，毋是干听你的朋友啦，爱听你的对德。即款迄个时代，因差不多毋捌听到的教示，使徒甲因讲，因3年久甲耶稣做伙，伫遐因学习真济，因伫遐甲因说，这是第2层次。过来，这个耶稣是安怎遐尼特别？是安怎伊是上帝的囝？恁是安怎信伊做上帝的囝？这就是我拄仔讲迄教义啊啦，这就是基督论啊啦。要讲这无遐好讲，普通人无法度讲。爱有圣神的启示，佮有知影耶稣所讲的是啥。彼得，咱两三礼拜前讲，耶稣问讲：恁讲我是啥人？伊讲你是基督真活上帝的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要解说这互因听，这是教义啊呢，这是 doctrine， 这是真深的道理，毋是凊彩人有法度讲。今仔日咱伫遮，咱到即嘛嘛还阁在讲这代志，敢是？关于耶稣，这个耶稣历史上的耶稣，甲神学上的耶稣，学者常常在讨论这个代志。咱到今仔日嘛还无真了解伊，何况迄阵的人？有影即款题目真无味啦！我读迄个新人的时，迄个系统神学，就是拢在读这，着爱阁写报告，真无味啦！有影？我的讲道啦，拢讲即个教义互恁听我包恁逐个拢照好困，即个时间是困到上好的时间，一定会拢照好困。总是咱无讲袂使呢。你敢知影？对咱第一有意义的代志，对咱第一咱上爱的物件，较上拢是足无聊。迄个要得到迄个过程拢足无聊。我有一个小妹读音乐的，二皮仔咯。伊咧二皮仔咯，伊的皮仔咯我真爱听。毋过伊开始咧二皮仔咯是头啊半点钟拢拄啊练迄音阶啦 ，scale 你感觉？安尼等，我你嘛是一寡歌来听，你拢咧二迄啦。毋过对二皮仔咯人，迄真无聊，毋过迄真要紧。你看运动员咧运动，安尼看迄天尼斯安尼拍，迄毋是出世就会晓安尼跳呢。因要训练到迄个程度，迄个中间爱举重爱创啥拢爱呢，爱跳安尼，迄个过程毋若艰苦，无聊呢，真无聊。咱的信仰嘛共款啦，咱的信仰嘛共款。对咱有利益的，你爱用时间，用真正想要得到。无聊嘛，都爱读圣经。我即马读册就爱困，所以我嘛毋敢读圣经，我读圣经会困。我即马读圣经拢对 internet 咧读啦。读圣经爱用功夫，爱有迄个 discipline。我要读，因为这对我真要紧。咱今仔日有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29节到36节，这是彼得迄落讲道的一部分。彼得开始五旬节圣神降临，伫第12节、第13节、第2章的第12、13，因开始讲方言，开始传道理有人讲因咧食酒醉。所以彼得开始讲道伊对第14节开始讲道伊头一项就要甲因讲，阮无食酒醉，即马才早起时9点外尔，阮无啉酒，阮无食酒醉。伊毋是讲阮无食酒醉安尼就煞，因讲阮是
阮是互圣神充满。伊摕倒位来讲，伊摕旧约的迄个，拜托恁创迄个好无？伊摕旧约迄个约珥第2章28节到29节，这是真出名的一则圣经。这是上帝通过约珥甲伊的百姓讲，以后我要用我的神拼落去，互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、查某囝会讲预言，恁的老人会做梦，这我上爱。少年人会看见异象。伫遐个日，我甚至要将我的神拼落去，互我的奴仆甲奴婢。彼得用这个旧约，甲因讲：阮毋是酒醉，阮是上帝的神拼来伫阮的心情，阮才安尼。你有发觉到无？伊的讲道，伊对迄个时代犹太人讲道，伊摕旧约的圣经来讲。迄个时阵因敢若有旧约啦，对啊。迄个时阵因敢若有讲，伊摕旧约的圣经来讲。了后，伊讲到了，伊要讲耶稣国活的代志。咱来看，搁落去。我这个 PowerPoint 创了毋对，应该诗篇放到头前吼，迄个放伫下骹才对。我到早起才想到，真歹势吼。伊用诗篇132篇第11节，上主用信息对大笔入世，这毋是大笔的话，这132篇叫做上行的诗，是以色列人要爬去你到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所吟的诗，迄是因的信仰告别。所以讲，上主用信息对大笔入世，一定袂改变。讲啥？讲我要互你一个囝坐你的宝座。得讲耶稣是大笔的互的啦。迄个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30节，迄是彼得当道是讲的话。吼，搁落去吼，伊用诗篇第16篇第10节，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，嘛袂互你忠实的子民落去深渊。这是咧，伊用即句话是大笔写的。大笔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31节，彼得佫说明即节，伊讲大笔先看出即个代志，什么代志？耶稣国活的代志啦。大笔大先看出即个代志，关系基督国活。大笔讲啥？伊无受放杀伫阴府，伊的肉体也未朽烂。这是伊摕旧约的诗篇来说明耶稣国活的代志。这遐犹太人拢听有，因对诗篇拢真熟。上尾啊，伊佫用一节，诗篇110篇的第1节，上主对我的主讲：你坐我的正面，听候我互你的对敌做你的脚垫。彼得会讲道，伊讲大笔毋捌上天，毋过伊讲，主对我的主讲：你坐我的正面，听候我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的骹下。这是伫讲耶稣做王，耶稣国活了，坐伫上帝的大边。彼得拢对旧约摕旧约的物件来甲迄个时代的人讲，即个耶稣就是安尼。过落去，伊用一节，伊第36节，伊讲，所以以色列全家就确实知，恁家己顶受的迄个耶稣，上帝已经任命伊做主、做基督啦。这是路加摕彼得的讲道伫遮，互咱看迄个时阵的使徒的教士。是即款的，因用旧约来说明今仔日
拄啊4个话迄个耶稣，伊是甚物款人？伊毋是普通人，是上帝拣选，互伊个话伊是基督。这是彼得的信仰告白，伊甲遐个人讲，这互咱看出，因的讲道是即款方式，因的讲道是即款方式，毋是干那彼得一个人用旧约，因迄个时阵干那有旧约尔。其他的使徒真侪人用即个方法，因拢咱有看到路加写彼得的讲道，互咱看。其他的讲道咱无得看，总是我相信因写的真侪。马太上出名，耶稣出世的时，伊因旧约圣经以赛亚第9章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一个伊的名，有一个在世女要生囝，伊的婴仔，伊用以赛亚来讲耶稣过来的，耶稣出世的代志。你看，保罗嘛是同款，耶稣入圣城的时，遐福音书的作者写提迄个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讲的，讲有应允，迄个君王要骑驴啊入圣城，迄拢是旧约内底物件摕出来，这是。路加互咱对彼得的讲道，互咱知影讲，因使徒的教示就是安尼啦，这嘛应用到阮今仔日做牧师的人的讲道呢。我毋是使徒，我毋捌见到耶稣，我毋是使徒，总是我干那会当将。2000年前人写的关于耶稣的代志，关于教会这道理，阮将遐物件适用伫咱现代，伫咱现代所拄着的物件，圣经有真济会当甲咱讲，咱来抄找下。这也是我拄仔讲的，咱要甲因学习。迄个因的团契的生活，2000年前的社会，甲咱即马无共款。有影，总是我甲你讲，人性这几千年来无啥物改变啦。人性这几千年来无啥物改变。咱拢是罪人，古早的人是罪人，咱嘛是罪人。古早的人需要救恩，咱嘛需要救恩，拢共款。这也是阮做牧师在准备讲道的时候，上困难的所在，你知影无？我毋是咧甲恁 complain 啦。感谢上帝，我也舞50年啦。真正要安怎将？我若伫遮敢若讲历史互恁听，毋是毋好，总是迄个对咱今仔日彼得摕旧约来应用伫新约的代志，咱。因敢若有旧约通引尔，咱有旧约甲新约通引，咱应该会当看过较清楚，知影耶稣是甚物人，因为咱加真侪资料。阮做牧师的任务是将上帝话英语做 apply， 适用伫咱今仔日的生活。这无好做，毋过无做袂使。彼得就是安尼做，敢毋是？上路尾，我爱咱看第42节，第42节的上头过落去迄张第42节，巴克利博士的翻译是讲因常常专务伫使徒的教示。咱新约的这个版本，今仔日读的是叫做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，专心领受。我毋是讲因翻毋对啦，我有比较足侪版本我感 King James KJA 是 King James 的翻译
或者 continue steadfastly， 意思是 steadfastly 是真坚定的意思啦 ，continue 是继续，坚定继续。我感觉这句吼，迄个较有强度啦，较强，常常全部也会使。吼，初15野香对拜嘛是常常全部啦吼。总是伊这讲是 continue steadfastly， 坚定继续，因真要拼，真出力咧做，专心领受会使啦吼。总是我感觉这坚定继续，像我拄讲，毋是初15野香对拜安尼尔定。啊嘛，毋是虎头鸟鼠尾，吼！开始的时啊，嘿叫，啊尾啊就无去。因继续坚定继续，这我感觉是对咱真有启发啦。初代教会，咱拢知影，这个代志了后，过去，因拄着迫害，遐尼济代志发生。因有诶互拍死，因就爱走。遮个人因犹阁欢喜安尼做，为什么会安尼？因为因坚定继续伫使徒诶教示才会安尼。咱即个时代吼，大概袂拄着即款分别啦。至少伫北美洲袂啦，伫台湾嘛袂啦。所以，咱会讲啊，你讲迫害，甲咱也无关系啊。总是我甲你讲吼，我细汉的时定伫互阮老爸修理吼，久啊就向推一摆吼。啊，修理的时候，拢互人骂一句讲：你发条伤灵啦，拢无代志吼，真爽快的时候，发条会灵去，你知影无？用摆的时钟拢爱自发条吼，即摆时钟爱用电池啊，电池嘛无力去呢，无力去的是爱换啦，敢毋是？无迫害吼，有时引诱嘛是迫害，你敢知影？贫惰嘛是迫害，你知毋知？你对遮个使徒，因无受迫害。200-300年后，将罗马帝国变过，迄是坚定继续伫使徒的教示的结果呢。正月，阮去日本，我超工去长崎，因为我以前捌读着一本叫做《沉默》迄本册册，你毋知无？伫描写幕府时代的日本的幕府时代，真侪基督徒吼，互日本政府困迫，啊，甲一寡西方的宣教师伫遐，啊，互日本政府困迫，啊，叫因着爱打迄耶稣的像，啊是打玛利亚的像，啊，着袂死。遐个人就是毋打，就是毋打。我即摆去看迄个博物馆咧摆遐物件，我真正我徛伫遐，我真正想讲。假使我张信一伫迄个时阵，人叫我讲你打落就无代志，你不爱打就要甲你互你死，我会打也袂打。我真正家己问安尼呢？啊，我毋打，我的亲人、我的朋友，敢袂讲打落来，这打落哪会要紧？对不对？遐基督徒因。甘愿要死嘛，毋去打迄。伫遐有一间博物馆，讲是11个迄个殉教者，中间一个是10几岁的囡仔呢，伊毋放杀耶稣，互人处死。迄款的气力对倒来，坚定继续伫使徒的教示啦。干那安尼尔，最后我要用一个我家己的迄落
经验啦吼。我伫澎湖做兵的时伫澎湖，有一日我执勤啊，都坐伫遐，啊有一个吼，阮遐迄个营区咧负责证件的人来甲我坐。伊讲哦，看到我讲张少伟，我做少尉呢，恁知影？叫我张少伟啊，我买来入来甲我坐，我来入来坐。啊，这是开讲哦，伊甲我问讲哦，你是基督徒？我讲啥？伊讲你甲我讲哦，恁基督徒是安怎逐礼拜拢会去做礼拜？我讲，阮就对细汉人就教阮都安做礼拜就安尼啊。到尾我才知影，阮做兵迄阵啊，逐礼拜拜三吼早起，对9点到11点半，有一个叫做举光日啊。迄种爱去听因讲蒋介石的思想，什么有诶无诶迄啦，啊，都爱去听迄啦。阮吼才会有备军官吼。若爱照轮落买菜吼，逐个拢要去拜三早起啦。拜三早起若去买菜，就毋免去迄，逐个拢歹去啦。啊，就一定会点名嘛，逐个拢乖乖啊去啊，无去袂使啊。伊个意思是甲我讲，是安怎恁基督徒拢无人甲恁压迫，恁会乖乖啊去做礼拜。咱点名硬带人，逐个找机会都要走，是安怎？我袂记得我安怎甲因，毋过我迄个时阵头壳底想一个代志，马上伫我的头壳底讲，你摕蒋介石甲耶稣比哦，你嘛咧看，你是咧想啥的？你摕蒋介石甲耶稣比哦，总是伊所问的问题，真正真趣味呢。你捌想无？这主义啦，这什么教士足济啦。阮迄阵啊，逐早去爱摕总统训词啊，都爱有那读，坐段时啊。这只伊啊读，啊牙齿红笔着爱点，啊若无伊啊收去检查呢。啊，阮迄有些对后壁面甲点倒转来啦。逐个拢用即部诶，是安怎？耶稣基督诶教士2000年啊，还阁安尼？你捌安尼想无？我捌想呢，我无解答。总是我吼。嘛，毋是伤简单啦。我想吼，所有世间这主义啦，啥物，拢教咱万魂对敌，要拍倒对敌，敢毋是？拢总教咱万魂。耶稣的教是干那撒勒人耶稣用听开始。我想会出来，干那安尼，可能伤简单啦。我知影有可能上简单，总是这是我想会到的，其他无啥物。2000年久，感谢上帝，咱也阁得讲，毋望咱保守这个师徒的教士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予阮通过初代教会。因会团结生活的一部分啊，定，互阮会当想遮尔济，会当领受遮尔济。主，阮感谢你头前的人所留的水的脚印，恳求你也帮助阮，互阮会注意伫你的教示，互阮留水的脚印，互阮后面的人看。恳求你引带阮的教会。圣神帮助阮，祈祷奉耶稣的名。